你夠唔夠膽入手？143方嘅5房設計，客廳40平方，露台10.7個平方，A 房間7.4個平方，B 房間19.2平方。C 房間10.2個平方，D 房間12.9平方套間設計，客廁5.3個平方，廚房7.7個方。想入手唔踩雷，打3個6，1對1講解。